那我们今天邀请这个罗越导演来呢，不是要讲他的电影而已哈，最重要的是要讲这个媒体跟我们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这个108这个课纲哈，在这个我们多媒体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辨识哈，怎么样学习跟应用，也透过这样子，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还有我们怎么样子来用媒体来更多的思考学习，以及我们怎么样来表达。好，那有人举手吗？好，请问有什么事吗？可以请开麦克风可以有什么事吗？还是不小心按到的？好，如果你想要说什么话没问题哈，请你就举手，开麦克风就可以哈。那我这个罗越我们的导演呢他们有成立一个公司哈，罗越的电影有限公司。等一下才会有机会哈让他来自我介绍哈。真的是我记得他应该是还没25岁哈，大概25、26岁而已哈竟然就可以这个知道人生的方向很清楚的哈，这个很让我佩服哈。我知道说今天下午我也在跟青年，还有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有些青年真的是到了大学大4才发现自己方向不对，又重新再来哈，然后甚至于已经到了30岁才重新再考医学院哈。我想这个都没有关系哈，但是今天我们的罗越导演要来跟我们来分享。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罗越导演罗越导演嗨你已经上来了，我有看到你不知道方便把这个我们等一下把罗越导演的这个屏幕可以把它定住哈。好，那我们可以吗？好，有Lucy 有想要说什么吗？Lucy，我好像有看到你开麦克风是吗？如果想要说什么，没问题哦。好，我们这个是一个开放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安心的，你都可以来表达想要说的哈。好，那罗越导演呢，他有很细腻的心思，当然我很欣赏他的勇气哈，这么年轻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之外，而且他其实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哈，但是他仍然坚持。我想这是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哈。那媒体呢？媒体我想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拒绝哈。这个我们协会还有一个这个领域因为我们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年龄都有啦哈。所以我们有一个是乐龄长辈的。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吗？我们的那个群体哈，我们的专题演讲，我们大家一起的时间是礼拜3。我们这些长辈都很多是65岁以上，他们非常会用媒体他们这个讲座是超过100个人的哦。好，只要我办这个有关这个怎么用手机来做影片摄影，怎么样来表达说故事，哇，这个最多回响的就是这些长辈哈。好，那我想我话不多说，我请问一下罗越这个导演你要不要跟大家说嗨？我看到你已经有上来了，嗨。罗毅导演有上来了吗？看起来好像还没上，好像又下去了哈，可能在测试的这个上面哈。我不知道大家对媒体有起辨识哈。我想上个礼拜这个郭美玲老师她来的时候，其实她私下有说，现在学生的考题其实不只是学生的考题，我们的生活上也一样哈。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媒体的讯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我想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哈。还有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像我们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我们有6大组，除了儿童这个教育之外，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的乐龄，我们有个关怀据点那我们也教长辈怎么做影片通过影片来表达自己，说自己的故事，特别是我们将来也会有所谓的戏剧方面的自传剧。自传不是用写的而已哈，自传甚至可以自己用影片的方式也可以用呈现怎么用肢体
现出来哈。再来就是我们有做所谓的这个安家银行哈习食的计划，那这些我们怎么传递给这个别人能够引起共鸣真的我们的食物都太多浪费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彼此来合作我们也刚才下午我们才跟侯教授他的车队一起合作那我想我们就是希望这个社会的善可以扩大那我想这个都是需要用影片，我们用影片怎么样来说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能够感动人，都是因为我们人内心中有那个善跟那个恶那种的张力那个我们才能够表达出来我们的那个精彩好，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导演，如果罗越导演，如果你已经上来，然后请你打开镜头跟麦克风，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已经加入了好，我们的罗越导演，其实他刚才已经上来，可能有一些状况可能不是我们的好。罗越导演，请开麦克风。好，也开镜头哦。我们的罗越导演帅的我这个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而且他很认真他非常认真。嗨，可能请要开麦克风要开麦克风。嘿，罗越导演，麦克风在荧幕上，就按荧幕一下，然后会有一个那个麦克风的形象。现在目前没有开，因为我们所以听不到你的声音。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熟有人是熟用论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教育单位，其实我们都是有开了，喂听了， ，Hello， 听到了。Hello， 好，我忍不住要叫你帅哥，都不想叫你导演。虽然你这个导演比较有名，比较专业。好，那罗越来跟大家说嗨，也请大家可以把罗越上面那个把荧幕移到那边，可以把它定住这样会比较大好，你就可以真的感觉是跟他面对面的我们来聊一聊这样好，我们非常期待你罗越导演，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怎么会在这里然后你会大概会跟我们说一些什么？自我介绍。OK， 好。因为我刚刚声音有点听不太到。好，现在稍微比较 OK 了。嗨，大家好。那我是最后的记忆日后回家路的导演。那我目前都是在拍微电影短片。那我以前有学过画画、音乐，还有很多以前也常常在教会服侍，然后也是从小在这样的教会长大。那我一直很想要当导演。那我现在毕业之后也一直在从事相关的这个工作。那基本上目前有合作的艺人有李千娜、梁振群、高英轩，还有刘畊宏、畊宏哥，还有最近这个我们的金马影后陈淑芳阿姨这样子。对，那也是一路上很感谢上帝，因为拍片这条路上真的不太容易对，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还有教会的支持，还有以及家庭的鼓励等等的。哇，这各个方面真的很需要这个保守跟人的帮助这样子。是我觉得你也是很努力真的非常努力。那我想我们的家长是很期待，就是说这个媒体跟现在108年课纲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简单就您所这个了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现在108年课纲就是需要对这个媒体的认识不只是怎么学习怎么用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辨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我除了对这方面的认识之外可能是我怎么样子可以有这方面的技能，简单的其实现在孩子都学很多学生也学很多，那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小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家长怎么办？还有那个态度啦，我觉得我最欣赏你就是态度啦好，谢谢牧师。那这次跟108课纲的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现在自媒体平台发展非常迅速，就是现在已经不像这个以前想找到某些资讯就是我们还要去花很多时间跟亲身的这个实际的经验，
或者是以前家长的一些建议啊等等的，已经现在都没那么就是照这个公式走，到整个各个方面到处跑。但现在点点手指啊，就是上网查一下，就有很多的答案。就是大家上网看一下脸书啊，就可以看到很多媒体的标题啊，尤其是新闻啊，或者是网红等等的，它内容跟这个标题往往都不太一样哦。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也是非常值得去提醒大家，就是为了吸引观众点进去看。其实我们作为媒体人，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观众不看，那这个付出等于白费，就没有用。没有宣传出去，所以说就是得用这么夸张的这种技巧包装方式，要不然就没有人会停下来看。这都是这我们在这个媒体圈称之为这种包装，这是一种包装技巧。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只要教导这个青少年去懂得以客观的角度来去思考，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的这个面向，就是我们越长大之后，越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对或错，反而有很多中间的这个灰色地带啊，没有办法说什么像以前一样，一边选边站啊，然后这个人要支持这边，没有。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 YT， 很多都是这个角色的设定啊，也就是这个虚拟的，大家都是有点演出来的，所以说他的这个为人很可能跟这个影片表现不大一样，但这都是很正常的，不用觉得说哇好夸张、好可怕还是怎么样子，主要是我们作为观众要去知道的是怎么去分辨。这是娱乐还是我们值得去学习、去效仿的一个方向？这样，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辨识能力不够，他吃了很大亏的。哦，举例的话，其实非常多的要实际举例子，我想一想，比因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去直接去指某个人这样子，某个事情这样子。对，就是类似事情啊。就我类似的，比如说像我前一阵子有看这个公视的这个小玉，他这个就蛮公开的啦。因为小玉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很疯狂。可以多说明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当初他设定他自己有说，就是为了就是要红，他这辈子一定要红，所以他最后真的做到了。但他都是做一些，比如说把100-200碗泡面丢到浴缸里面去，然后泡看看这种泡面的浴缸温泉这种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常常会误导一些可能思想上还不够成熟的小朋友，会觉得好好玩哦还是怎样子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比较长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小朋友怎么看这些东西？不能去学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啊，其实也有很多不甚至是卡通都做很夸张的事情，只是因为他是真人，感觉好像很靠近我们，所以我们会觉得哇，这样真的不行。那也有看到，我后来有看过他，其实这个小玉这个人啊，他真的是蛮痛苦的哦，因为他为了去演这个东西，因为他为了红嘛，有点不择手段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说就去做了一些很违背自己的事情，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观众的攻击啦，粉丝的攻击，或者是反正种种都是负面的，所以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承受不下去，他现在就退出这个网红圈，就没有再做了。就其实到头来他拿到了，就像玩游戏一样，你练到了一个最高的等级，就你反而会觉得哇，怎么好像心里是空的，跟当初想的真的是我要的吗？那种感觉。那其实借由这个事件，因为公司所以说把它拍出来变成一个纪录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哇，真的是我们媒体人在镜头前面跟镜头后面真的不要太觉得是一样的，大家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去戴面具或者是宣导，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有可能，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就看看就好。有时候，你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正常，就是去稍微调整自己的心态跟观点。就我们作为观众，客观的去看每一个这种表演啊，或者是它所带来给我们的每一个意义就好了。对。是，那这个会不会是他对自己小玉他对自己的价值跟兴趣，其实他不是那么认识啊？那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不可以？你可以来分享你自己的青少年时候到青年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自我探索去认识自己啊？你自己不容易被外界所吸引。
说自己是没有价值，要用别的眼光或别的比较刺激的东西来肯定我的价值。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兴趣的性向啦，这个旅程哈？因为我记得你很会打鼓哎，你音乐也很好哎，你画画也很好哎，那个现在应该是说电玩也很厉害嘛哈。那你怎么样子那么确定？我非常记得你高中毕业你就说你要拍电影，那这个过程旅程是不是你多分享一下啊？你曾经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想过要转弯的？让这个年轻人或父母可以知道我怎么样子来找寻自我。其实我本身是比较负面的人因为我想很多，也想得很比较远一点点啦，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像牧师刚刚讲说，我高中的时候才讲说，我有讲过说我自己想当导演嘛。其实当导演这件事情是我很小很小，早在国小之前我就蛮想当，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李安导演嘛，或者是金马奖，我真的很向往那种舞台，我很想证明自己，所以说就变得然后遇到这种当导演的事情，感觉对我心理上面层面上面有点像是说，我今天想当总统一样，有点天方夜谭。对，所以说我一直是到了高中，我才觉得，我后来有受这种，比如说像，比较单纯的像是动漫，像海贼王这种影响，想当什么就讲，我想当海贼王就讲，不用怕别人笑，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坚持的事情。对，而且作为如果说你真的是有那个梦想那个目标，第一个要学会先讲出来，没有讲出来，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帮你，你怎么知道？你旁边这些安静的这群人，他们可能早就有这些梦想了，但是他们没办法去做，或者是，但是他们就会把他们寄托在你身上，那你就会要跳出来，就是做好自己，对不对？我相信就是都会有同一条船上，就是喜欢去支持你的人呢。然后认识自己的兴趣，这一点我以前真的是思考的很久因为我曾经想要当很多东西。很多的行业就是想当什么生意人啊、鼓手啊、歌手啊、画画老师、警察、演员等等的很多。但我其实跟别人比这个读书，我从小就知道本来就是不太行的，我本来没有什么读书天分。然后我们家从小都是从商做生意的，很早在这个我国小的时候就一直被问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这样子？那其实这句话我每次听到压力都非常大。就因为我不太读书，就要找个专长，这其实苦恼超久，因为我的哥哥那个维婷还有姐姐颜蓉都有自己的专长，就感觉大家好像都很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我压力非常大，然后大到真的不知道在大什么，然后所以我刚开始先朝着这个学习哥哥姐姐的方向走。那哥哥学音乐的话，我就跟着学音乐；那姐姐学画画，我也学画画。那这过程中就是有很多的鼓励啊，教会，因为我以前服侍画画、画周报或者是打鼓，在教会服侍都是很常在那边出现。那有时候我有很多鼓励，有很多的这个挫折，那为了就是想证明自己可以。那我从小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老三的关系，就一直很想站在舞台证明自己，所以目标就有时候就会有点天方夜谭，看得比较远。那有时候也会去不断去思考，到底是不是太好高骛远了。那我后来在选择对自我的这个未来方向的时候啊，都会去想象最后很可能的这个样子，跟这个比较惨的情况啊，可不可以接受？那不可以，就好像你就扪心自问，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决心。那可以的话，就是很可能，这就是你能全力以赴看看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学习新的事物一定有一个这个瓶颈，真的那个瓶颈很长，不会像电影一个戏剧一样，就一个转场就结束了。那有时候过得去，有时候就过不去。那过不去的话，就是探索学习的这个过程那过得去，很可能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有时候真的很意外，就像一个灵感一样，掉到你的心里面，或者是你的方向，就突然就通了。那代表这方向就是打从心里你很向往。那像我，其实从小很擅长的就是画画，比音乐还擅长。那我受日本漫画就有很大的影响，想当漫画家。但后来就学一学，就真的发现，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学一些这个水彩、素描啊那些，就比较不太搭的东西。但感觉就是要就是感觉最后我可能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应该也是最后就是往画画老师的方向走。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更多，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才改学音乐，到了这个厦门这个鼓浪屿音乐学校学习了几年，就也看到
好多同学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学习钢琴啊、长笛，哇，整个一比就是弱下去。那个人家从2、3岁学，跟我18岁，十几岁、14、15那时候学很难哦，除非你真的是太有天分。那直到当兵完，我重新去这个思考我的方向了。早在年纪很小，就刚刚有讲过，就是看到李安导演，还有就很多演员啊，就站在奥斯卡奖台上，哇，被大家鼓舞的感觉。其实我那时候当下就是想说，哇，我哪一天有站上去，我就一定要讲一句话，是感谢上帝，因为我真的觉得哇，站在上面能够让很多人看到这个奇迹，我觉得非常的光荣，也是为主得胜这样。那我就很好奇，也想拍电影。那我很想了解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像我们这种外行人根本没办法去接触，也没有管道，不想进去，但是要怎么进去呢？要怎么一开始就是进去，就是当时我很难去想象的。这开始实在太难了，毕竟我不是这个演艺的家庭哦，也没有什么人脉，所以就一直遗忘在心里。就像刚刚讲，就是到了高中之后才，有点像是被逼急了，因为那时候有点要决定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了。我重新问了自己，才最终就回归了当初的这个电影。那时候还去美国学习语言学校，因为我很向往好莱坞。那之后我也想在那边美国学电影，可是后来就是很不巧，就是家庭经济上出了问题哦，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啊，大起大落有时候，那于是就是先回台湾，那重新考取大学。那时候成绩原本是可以选那个世新某一个系有点忘记了，但是不是影视相关的就对了。但我后来还是觉得说，坚持下来，我就选我喜欢的电影系，于是就读了开南大学。那开南大学，比较容易进去。啊，另外一个还是在桃园嘛，离我家比较近一点点，那才开始接触这个拍短片的这个一路上的这个路程哦。那之后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奇妙，很多事情感觉就是早就像安排好的。但现在我还在拍一些片嘛，或者是拍一些 YouTube。我中间学的音乐可以用来找音乐制作，找音乐人来制作出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甚至是请艺人来演唱，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属于自己的版权这样。那电影配乐啊，虽然都没有那么专精啊，但是比如说像画画，也可以用来画分镜啊，在拍摄前置与工作人员讨论的话，非常有用，在我这边。那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到很专精，但是现在还真的都非常需要用到。我一直都觉得蛮奇妙，就是没办法当乐手，没办法当画家，但最后变成一个制作人，一个导演。那我在跟151林彦君就是拍新片，就是最近的这个日后回家路的时候，那他副业，我看到他副业做的真的很厉害啊，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艺人，就是我接触比较这些的艺人里面啦，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在意这个薪资这件事情，我才意识到哇，副业原来这么重要。你有这个副业这种有点斜杠的那种感觉，你才有真的是一个把演艺啊当做你的兴趣来去做哇。那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在开始发展一些副业啊。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周杰伦，那周杰伦大家都知道他的副业做的非常多，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也有。那我后来才发现哇，原来这些演艺人目前的人，那他们其实做的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那样子哦，他其实私底下，这家店是周杰伦哦，这家店也是哦，你才知道说原来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你没看到。所以说有时候不要盲目的太去跟从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看到的可能真的只是表面的。我们很多东西真的是跟着自己内心方向走，然后多去看看别人，多去看看，然后自己去斟酌，然后什么是自己喜欢的。那我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个副业嘛，就从事我从小买不起，但是一直很喜欢玩具公仔模型的这个网店哦。那其实我一直都是做自己想做的、有兴趣的事情，那一步一步就走，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就是有上帝安排的样子。那其实结果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感觉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有关联的。对，我很好奇，你爸爸妈妈，尤其你妈妈，像你其实真的你预备很多的能力哈。我们发现这108课纲其实也是这样哈。我不断的透过各方面的学习，其实到时候我要运用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有相关的。就像这样电影，其实是每一个都是相关的哈。那这个学习的态度跟这个整个自己的个人的信念跟习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你好不好说一说？因为前几期是你哥哥简维廷啊，大家如果知道简维廷是罗越的哥哥跟嫂嫂哈，他们也是很年轻啊，就事业有成哈，他们也是有好几个面向，特别在科学。那请问你觉得像你刚刚说你的这么多尝试，比如说你说你要勇敢说出来你要什么，可是爸爸妈妈我们这边应该都是爸爸妈妈哈，怎么样什么样的态度，会不会觉得说啊你过来呀，两米安尼，就是说你都无一西边啊，会不会还是说会不会说啊耐心啊，还是我们这些家长应该怎么样子对像你这样的孩子，或者你觉得这样的父母？我自己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也当过小朋友嘛，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个还是要看人，就是看状况。像有的小孩子，像我以前，我还记得我以前整天在看电影，然后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没什么作为，然后也不知道干嘛，但是我就很想拍电影，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能看电影，只能学习，然后有一天我爸就突然走进来，然后就是不太开心啊。就直接说整天看电影到底有什么用？看电影就可以成为导演是吗？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心里很不甘心，你知道吗？但是我就很想证明，但是很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放在别人的身上，可能就是变成是一种负面。当然我也有点负面啊，我是有点带一点负面，想要证明自己往前冲。但有人可能就真的退了，因为家长看不起我，还是怎么样，觉得这样不可能，你不要再做梦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人。那我觉得平时种那个种子很重要，不是说做了什么就一定要当什么，很会这个煮饭也不会一定是这个厨师，很会画画也不一定是名画家。就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最终都是成就我这个人的这个养分。对，那我也蛮印象，就是我18岁在当兵的时候，就部队都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就我当下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当兵要干嘛？根本没意义，浪费时间。在自己脑袋空空变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后来又做了调度兵，就很常要帮我的这个长官去处理一些部队调度上的事情，就我也觉得超没有意义。但是毕业出国1年多，又回来台湾读大学，学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个调度能力跟忍耐力比这个同学强很多。大家要知道，就是拍片调度是完成一部片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时候我才深刻体悟到。原来当时我觉得浪费时间做了1年的事情，到现在是这么的有意义。就那颗种子啊，我当年种下去了，那到了4、5年才开始有一点这个绿叶的那种感觉。如果当时少了这个环节，可能我现在很多影视合作都很谈失败这样。那这都是我当时就是真的没想到的。那我当导演的，导演要学什么？就学导演吗？不是，其实是学习就是如何要去生活，学习如何观察、创新等等的。就是整天去听那些演讲没什么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多去领悟、学习经验、判断，成为自己的。那我们在看到很多媒体的时候，其实就很常在默默学习很多的事情啊。我说现在的小朋友更多，那我们的家长就是在家里就是有时候就感觉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可以看到现在人文啊跟亚洲观念啊，不再是那么的含蓄啊。当然含蓄的还是有，然后多观察媒体上的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个性，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做有一个有自我个性的人其实蛮重要的。好像媒体就是一个镜子啊，就面对各式各样的人，回到原点。那我们就是借由媒体，就是认识自己，看了这么多，什么是自己喜欢的、想挑战的、想达到的、想坚持的，那我们就从媒体当中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可能的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表达方式。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学外在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喜欢某个艺人啊什么的，学习他的打扮风格、个性，其实这都很快，但是往往就会忽略掉他这个内在的部分，忘了他学习的这个努力的这个点才是最重要的。那只有包装是不够的，品质也要顾。那就是如果说要引导小孩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做一个陪伴的角色，当朋友。因为，我们家比较是属于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朋友啦，我自己觉得，就是还是家长就是家长，这还是要带有尊敬的那种心态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
反而会有点阻碍组合。就是有时候我想讲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拍电影或者是一些新媒体上面的事情，家长可能会不懂。那如果说让家长让小孩子觉得说，你不太懂的话，就很难去跟你做这方面口。那我就只能怎样？只能自己去网络上找，然后也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错的，对。然后自己去探索，或者是找朋友。那朋友的话就要有点运气了，就要看是坏的还是好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家长在刚开始再去引导、再去陪伴这部分真的非常重要。那陪伴不是做样子，就是真的就是要深入到里面了解小孩，他们真的观察一下他们可能喜欢什么，还是这样子，然后去问问看啊，了解一下。对，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不要说小孩子，我们大人有时候都有点叛逆，故意就跟你唱反调这样。对，是啊，我听到你在分享，我真的是觉得你是有在思考哈，你在观察然后思考哈。那可不可以再多分享一下，像你拍的片子啊这个跟这个阿嬷嘛哈，这个国民阿嬷的这个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啊？让你学到真正的内涵的？像你刚刚有讲到这个可能上对下的关系啊哈。那我觉得你的电影会让人家好看，就是很感动，尤其呢是最后的记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去领悟、学习到这种所谓的温暖点的温暖。了解，其实拍这个题材，当初在跟淑芳阿姨接触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跟比较年迈的艺人合作，这样。其实我真的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提醒。我觉得淑芳阿姨身上散发了这种谦卑，我觉得他在跟我们年纪这么小的这个年轻人讲话的时候啊，他都是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并不会摆一个这个年长的这个姿态啊。我就觉得哇，跟他沟通起来好舒服哦，让我觉得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就很开心、很感动。那也是提醒我，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长大，也是不断的学习要谦卑嘛。但是有时候我们出社会，不要说出社会好了，在学校的环境，很多事情就是会跟着那个方向，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方向走。因为谦卑反而有时候容易被欺负，所以说有时候这谦卑的这拿捏也要拿捏得很好。像我就觉得从淑芳阿姨的身上，我就看到了她很会就是做人处事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在我们的有时候真的要到一个年纪才会去观察这些事情。那我以前还小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到这么多？对，所以我觉得就做自己的榜样吧。这样，比如说像淑芳阿姨给我的这个经验，我就可以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就是用一个谦卑的心态面对每一个人，然后哪一天也爬上去了，那也是可以这样子。回归初心，不要走歪了这样。确实哦，在你的身上，你真的是很谦卑，因为你虽然是很有名哈，很年轻哈，就真的是很有名的的导演，而且你真的很有才华了哈。但是我想你是一个会思考的，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啊。那刚才有人举手是我现在需要可不可以等一下好吗？好刚刚有人举的话请等一下，我们。再几分钟哈，还是就再让大家来发问好吗？好，请稍等一下哈。那我想要请问你，就是说，在你这个你还没30岁对不对？我记得你才20几岁当中，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人生中，我记得这个是那个那个电动车的那个这个总裁，他总是会问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在人生中你有没有对你印象深刻、最棘手的？最棘的挫败，挫败哈，你怎么样度过来的？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做电影应该有很多这个困难哈，那你是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困难？怎么鼓励我们大家家长怎么样子来帮助青少年在那挫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挫败常常是面对自己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关其实很常都过不了，
比如说像我最近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我到了最近出社会可能28、29岁了，才真的开始在学习活出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在28岁之前都感觉是照着别人的期望走。那我自己，但是我还是有点叛逆，还是某个层面就是有点，还是某些地方还是很坚持这样子。比如说像我最近打电动，其实打电动，我一直都很喜欢打电动，但是打电动在以前我们传统的样子就是觉得是不好的，所以说，以前只要我爸妈走进来，我那个缩小键把游戏缩小键的那个速度按得非常快，对，然后有时候凌晨也会偷偷趁家长没注意的时候打电动，那我真的很喜欢打电动，那我是最近才开始会在别人面前，就是也秀出自己这个真实的这一面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做这种娱乐圈吧，就是娱乐的这个演艺事业，所以说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越看越多，然后那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不太希望家长去限制自己。当然那个比如说打电动那个打太夸张，凌晨那个打是太夸张了，只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引导，就是不要让小孩子觉得说这是一个负面的。毕竟现在有时候比如说像电竞产业也是未来也是非常的强大，对。现在我前几天也是看那个游戏直播，或者是哇那些随随便便就是几十万的个人在同时看，那个点阅率跟那个钱是可能比一般的这个薪水还多非常多，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哇，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尽量鼓励这个青少年每一个人，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想做什么，就不管是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听，就是去做，只要是不要违背就是社会道德啊，还是什么违法的事情，其实尽量去尝试，不要走偏。然后记得一个信念，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最终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总有一天我会在一个见证舞台上面讲出属于自己的见证。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也是觉得说，可能我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说有时候在人生过程中，有时候比如说失恋啊，或者是拍片不顺利，或者是遇上一些合作合约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才没有走偏。因为有时候有些不好的东西真的很有吸引力，那我们要怎么去拒绝？这都是我们从小整个环境带给我们的那个线在哪里？就是有时候那个保护机制就会突然出现，你就永远不会过去。像我以前也曾经学过抽烟，对，以前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低潮，那时候拍片，然后又加上情感失利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比如说像抽烟啊，或者是刺青这种东西，我都曾经差点去做。有打过耳洞啊，那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打耳洞的时候，我妈还有点掉眼泪。对，那时候有点稍微想要走偏，因为在我当时的认知我那时候大学生，当时的认知就是觉得打耳洞、刺青、抽烟是一件长大的事情、成熟的事情。为什么？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学抽烟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居然告诉我。我抽烟的时候，他居然说：“罗月，你终于长大了。”有没有？这就是被认同的感觉。所以说，朋友真的很重要。但是最后我选择了不要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啊，因为我后来真的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我真的要的，对，但是我也觉得，也感谢上帝，就是从小那条防护线，感觉就是为了这时候会出来。不会让你完完全全的走偏。但当然不是说什么刺青、抽烟那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只是说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已经属于违背自己的事情了。对，那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经验了。对，不是说不好，只是说那些东西违背我自己的心，对，还有伤了我家人的心，这样我就觉得不太好，这样。所以你很在意父母，你觉得父母跟你的关系，不要让父母伤心，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就是对父母，有时候父母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连结就是你明明就有时候就觉得很不耐烦还是怎么样，但是你还是会照做，对，
因为毕竟打从心里还是深爱着他们这样。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些家长，尤其有青少年的哈，真的有时候哈，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也是哈。你有没有一些建议？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一些还有没有其他你看见？你说，如果那时候你父母怎样对待你，你会觉得会更好？有没有就是曾经想过说，你的父母如果当时候怎么样对待你，你觉得会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父母有一些这个去思考的。就是我观察到，就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对未来迷茫的真的是超级多，90%甚至95%以上啊。对，我很多同年纪的毕业了，都到现在都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找一个这个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重点是那只是为了赚钱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家长叫他去打工就是打工这样。我还记得我以前那个小时候我的家长有叫我去打工，对，然后我去加油站打工，还有去就加油站还有电影院嘛，电影院对，然后但是真的有点弱啊，就是1个月2个都辞职了这样。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知道说，哇，我绝对不是这块料。我反而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哦，拍电影好辛苦哦，还是什么辛苦的多导演哦。那我心想说，你才辛苦啊，就是你们做的事情真的对我来说才是真的难的事情。所以说找对事情很重要。那我们就是很多年轻人未来都不知道怎么过，我觉得父母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多去引导陪伴。当然，我觉得尝试也很重要，因为像我。因为父母叫我去打工，我才知道，哇，原来这样的工作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浪费时间的啦。那个种子丢下去，未来都有可能长大，对啊。因为我当导演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学生的时候怎么找得到李千娜？怎么找得到刘畊宏？怎么找得到陈淑芳？这类型超级多的。那其实我每次都不知道回答什么，就是因为非常简单，就是。做就对了，不要想太多。你想要这个东西，你想要找谁，找他就对了。就是因为你没买那个大乐透，怎么会中大乐透啊？对啊。那我一直相信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就陪伴青少年一起去做。比如说像，就是了解并尝试啊，那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那种子会自己茁壮长大。对，那像我还记得，就是前一阵子，以前我的侄子啊，他就是在看这个 YouTube， 然后那个他就是那时候新闻也有在讲，就是他看到那个 YouTube 网红在吃蜡笔，就吃得非常开心。那不只是吃蜡笔还有铅笔等等的。然后他就突然跑过来问我说：“叔叔，我也要吃这个，好好吃的样子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看到，我心里有点吓到，但是我不是马上激动的关掉，而是跟着他继续把这部片看下去。然后就一一告诉他，他吃蜡笔的时候就告诉他，这蜡笔是不能吃的，吃了会痛啊，肚子会痛啊，还是怎样子。然后这个比较好吃，我就拿了另外一个手边有的食物给他吃，他也觉得，我拿给他的这个东西比较好吃。然后我还继续拿那个真实的蜡笔给他看，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绝对不能吃哦，因为然后我的侄子马上就听进去我说的话，知道蜡笔是不能吃的，我们才转而去看其他的这个卡通。那之前我遇到这个案例，我自己就去重新思考一下，要是我是我侄子，如果说家长在看到他们认为不好的影片，直接切掉或关掉，我作为这个小朋友反而会更好奇哦，我还真的蛮想吃吃看到底那个蜡笔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哦，因为人都是真的有点叛逆，你说不要反而更想要。那总的来说就是，要以年轻人的角度去思考，学会跟这个小孩子当朋友。就是从这个过程一直看，比如就算是错的，也跟着他去看，他比直接否定，我自己觉得啦，还来得更有用。对。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怕说，小孩子这个犯错是不可逆的哈。对。这个就是譬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真的是已经颓废啊哈，就是耍废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他会错过那个时机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让一个像我看你真的哈很辛苦啦哈，但是你却不觉得痛苦，因为那是你要做的，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你是这个得天独厚啊。
特别是，但是还有很多人，就像你说，没有动力，就是因为他没找到他的想要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子，哈，就是一直还在那个尝试中，好不好？你给这些人或跟这些人的家长，哈，给他们一些话，好不好？因为他可能还处在那些不安定或尝试或挫败或多的那样子里面，那你怎么样可以用媒体啊？可不可以又透过媒体来学习，或者是透过媒体来思考哈怎么样来透过媒体来表达，或者是怎么样子，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透过媒体，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我觉得还是活出自我。但是如果说是借由媒体的话，当然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可以去拍影片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拍 YouTube 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其实像我们拍电影的人会觉得拍 YouTube 打从心里啊，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就是会觉得有点掉下来，所以说通常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是电视上的艺人，普遍来说也不太会去拍 YouTube， 但是渐渐来说，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已经变了，然后大家都跑去拍一些 YouTube 啊，以后将是 YouTube 的这种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家长，我看到有时候那个小孩子也常常在跟家长一起在 YouTube 上面露脸，哇，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表达程度真的可以说是还比我现在好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影视的力量真的是很厉害。对，有时候那个荧幕放在前面，我们就感觉好像他就是面对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去认识一下，哇，原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早就已经在做那件事情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视野，来去多看看，对，不一样的这个环境啊，对。还有不一样的自己哈。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镜头哈，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录的你自己的东西？怎么样透过这个影片来说一个故事就是请问要怎么样把这个自己这个故事说的，让人家就很够了解？现在很讲究怎么说故事嘛那你可不可以来教我们大家，就是怎么样子用自我介绍，怎么样来说一个自己的故事？就是现在来说一个罗越的故事，这样。是直接说吗？还是直接还是因为现在你没有办法用，你现在没有办法用这个媒体嘛但是媒体总是要有情节，对不对？对。那你都是怎么样安排这种说故事的这个情节？因为我看你那个也不一定是只有编剧，对不对有时候是要有一些情节，你怎么把安排这样子的角色跟这个解决这个冲突怎么解决这个张力？对故事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电影会这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曾经也经历过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都蛮像的，除非真的。就算是比如说富二代好了，他们也会有他们的难关啦。那像我自己的话，从小到大都是比较悲观的，然后一直到28岁左右，才开始稍微比较活出自己，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其实也蛮喜欢的，对。然后我常常有人说，如果说回到学生时期要不要？我有时候都觉得。不会，反正现在更好。但是虽然说，年纪有点又再上来了一点，真的。如果说早点领悟这些事情，我会觉得，更不一样。但是我也很感谢，我还是领悟这些，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思想就是跟一般，一些年轻人不太一样，不太敢表达。对，我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这样聊天，我也觉得，就是也蛮不可思议的。对，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其实没有很好，对，那我就用镜头表达对啊，对啊。其实镜头有时候我还是拍别人居多，对，对我也是后来因为我女朋友的这个建议，我才开始就是露在这个镜头面前，对，那我自己打从心里就有一个这个喜欢表演的这个就是热血啦，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才稍微比较有出来。对啊，我喜欢看你的东西，就是总是看你的电影或微电影哈，看别人故事，可是我却会流自己的眼泪，甚至于这个笑是笑自己，然后有时候笑也是笑自己哈。我想这个就是你引起刚刚你说的这个共鸣了哈。那我们那个开放一些时间，我们要给这个我们在这当中的这些家长或者是我们参加的这些成员，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罗越导演的哈，请你可以这个按一下你的举手哈，那可以开麦克风哈，让我们知道。好，那我们请这一位红，哎呀，很抱歉，我不知道怎么，你可以开麦克风，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的疑问，谢谢。对请您可以说话，是不是洪嘉玲是吗？对，请你，你可以你已经开麦克风了可以请你说话，是要提问或者是要回馈罗越导演都可以。我是5年级的学生，然后呢，我想问的是，离开学校之后要如何精进自己，成为专业的人才？5年级我好佩服，拍拍手哇，真的好小，好厉害！哇，5年级可能哇还没想到这么远，很厉害。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你从小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也是不断的在找一些方向然后不断的去尝试。你可以看看你可能喜欢什么，比如说像你喜欢画画，你就多去画画，去学习。那比如说像你想要这个，我觉得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难了，就是像我想学电影嘛，现在还有电影系还有什么的都可以去学习，甚至是网络上就有了。我之前看到，比5年级更小的，可是三年级、2年级就已经在剪接软体了，我就觉得哇，他是从哪里学的？他就是从 YouTube 上面学。我还记得我以前大学在教我这个电影相关知识跟技巧的时候，我最大的领悟是什么？还是要靠自己。就是我很多的这个剪接能力跟思想都是 YouTube 上面学的反而不是学校的那些老师带给我更多。当然，学校老师那些还是有给我们一些这个基本的方向跟一些基本的知识，但是其实很多真正的内容还是要靠自己去挖，那些东西才会比老师给你的更多。对，不管是我相信是不管在比如说像学英语或者是学任何地方都这个套路都蛮用得到的啦。所以我觉得就多方面去尝试，找到自己要的很重要。当你遇到那个瓶颈还能够坚持下去，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真的很有可能会长大。对，听起来罗越导演其实有建议我们这个学生他说的这个自学，我真的觉得自学是很重要。对，自学。那你自学的能力其实跟108年课纲一直很讲究的就是你要透过各式各样想办法去学。那你怎么会有动力？就是跟你自主，你喜欢，你才会有这种动力。再多的困难，你都会想要去做。对。那我喜欢罗越，就是说可能他在寻找的过程中，从小到28岁假如说是28岁，其实这个等待期是很长的因为这将近有几年，我都是跟罗越有我们是有关，我们都彼此有认识，我们知道那个等待是有时候是很痛但是罗越他有一个自律，就觉得很重要真的是就是这个我们人这个108年课纲，我喜欢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好，谢谢那我们还有一位是，谢谢哥哥指教。不会对你也可以多去看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的伟人传记，也很不错。像我以前就把那个李安导演的他的这个整个自传都看了2、3遍，对，因为比如说像我28岁才活出自我，才开始有点当导演的样子那种感觉。可是李安导演他在家当了好像4年以上的吧，家庭主夫，
对6年，记得是对，有点久，反正就真的很久，很久。然后都是靠他的气，当然这样是不太好，但那样也是运气好，有一些愿意支持他梦想的人，对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这过程中都有精进自己，培养自己，不断的进步，要不然他也没这些，对，绝对不会说是啊给你机会你就会了这样子，对。哇，谢谢，我也看到你很有礼貌啊，哈，谢谢。好，那刚才还有一位举手的，对，凯哥哈，凯哥请你开麦克风。你好，我是用儿子的账号啦，那所以对，我想问一下说那个罗毅导演，那因为我有3个小朋友，那现在有一个是国1的新生，他是最小的，可是他现在面临到说，因为刚从国小升到国中，他其实在两性关系跟在课业上，那其实他都两性关系上面他其实有点懵懂。所以他跟女同学的互动上面其实有一点暧昧，然后再加上说他其实的自律能力不是那么强，所以他其实有点沉迷在平板游戏、线上游戏。那变成说我们其实要怎么去陪伴他？因为这段时间其实他还在适应国中的生活，其实他心智可能还没有很成熟。那我们家长要怎么去陪伴？因为我另外2个大的是女儿，其实没有这个问题。他其实是现阶段国中的问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怎么去帮他，去让他觉得，因为108年课纲其实要，就像我刚才听到讲是要自律，其实他自律这一块其实很薄弱，那我们要怎么引导他？因为他才刚进国中，对，我希望是说我要听到有一些就是一样是年轻人或是男生的想法，因为我们才能够陪伴他，因为我们实在是有一点为难，就是他有一些事情不愿意说，可是我们要用窥探的方式才去知道他的一些细部，像他的手机的那个通联记录，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他，这样是有点太慢了。谢谢。好，那我们请罗月导演。像我国中的时候暧昧，我应该是都会遇到啦，对，但是是不是跟所有女生都这么暧昧，我就不知道了，还是单一一个，对。那我自己的话，女生哦，像我自己是比较，我是连那种勾女生肩都有点就是不敢的那种人，就觉得整个人很别扭，所以应该不是这样的类型。但打电动的话，我是觉得，就要有一个时间吧。我觉得这个时间要慢慢的培养，因为手游成瘾这件事情是可大可小。像手游成瘾就是一拿上来就想要玩，或者是甚至没想到我手上现在没拿东西，我任何事情都没办法专心。我觉得线上游戏这种东西就是要规定时间去玩，那但是也不能过少。如果说一时间直接过少的话，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他可能会应该会很暴躁吧。但我觉得是慢慢减少啦，就是他慢慢的，然后就像我刚刚那个直指那件事情那种感觉，就有点让他转移注意力。但是转移注意力也不是马上，这都是要一点点循序渐进的那种，就是让他，比如说1个礼拜7天，那每天玩个几小时。但是我建议玩几小时的话，可能是日分时段啦，不要说只集中在晚上，然后白天都完全不能碰。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要是我是小孩子，我也觉得受不了还是怎样子。我觉得这段时间可以玩，然后就放轻松的玩，就给他玩就对了。那这段时间不用太去干扰他。那过段时间之后，那答应我的事情就要做到了，比如说要写作业，要读书，那这些事情手机暂时就先给我，然后就先去不要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效果会比较分散，比较不会太过偏激。对，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方式可能对我比较有用啊。谢谢。那我们最后我们还有只剩1分钟，但没关系，好不好？罗月导演可以再等我们一下，我们还有一位他刚刚就举手了哈。我们请这边看起来是林媛媛请又晚。导演还有那个主持人好。
我也是有3个小孩，然后我的老大就是明年将升到就是国一，对，然后因为他也是平常的时候就是呃喜欢打电玩，就是线上游戏，然后只要网络不顺的时候，他就会不太开心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去探索他真正的兴趣，然后让他能够找出自己的出路。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在去问他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他都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对对对，其实蛮正常的，就像我刚刚讲的，90%到95%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你现在问他，也答不出来。因为我在小时候国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底哦，就是我一直到高中才比较敢讲要做导演这件事情嘛。但是在这之前是完全不敢讲的，就算熟的人也不敢讲，更何况是家长。对，那如果说是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就是打电动，我想一下。我们将会有一个打电动的专家。打电动的话，刚刚有说那个，就是他打电动为什么网络不是会不开心？其实讲白一点，应该就是因为打排位赛吧。打排位赛那个东西，对打游戏的那个正在进入那个的，不管是任何人玩家，他们都会很在意。所以说，当他有那个点的时候，会有一点脾气是正常，但是要稍微引导，不要让他。尤其是不要在那个时候激他，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激他的话很容易双方会造成爆点。那他当时其实他在生气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甚至是他会为了想要生气而生气。对，那个心情我还是蛮懂的。对，就是打游戏的那种观念，但是就是好可以给你不开心，但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很常。我看到很常有很多人，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比如说，你打电动怎样子，打太久咯，不能再打咯，已经要读书咯。其实这样讲好像是不太对的，你倒不如说，这场结束，我们就要那个咯，然后持续这样子，这场结束都是以场次来去跟他讲，那就是家长有没有了解他玩的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这样比较重要，要不然他会觉得你根本不懂，一直吵我在打排位赛还是怎样子，就会觉得很烦。然后就感觉两个世界的那种人，重点就是，所以说陪伴就是要了解小孩子正在玩的是什么。你以后想，他想打电动的话，你可能就会问他说，你以后是想要当电竞选手吗？想不想当电竞选手？稍微给他引导一下，搞不好他真的去打了，才发现，好像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能他有一个埋在心里面一直想做的事情，他就是会因为他做了这个电竞这个产业这件事情之后，反而引导到他真正想要去做的这个事业这个方向。对，谢谢罗月导演。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罗月导演。那如果家长我也有3个孩子哈，我们等一下哈我们可以先让罗月导演我们先跟他说再见，以后那我还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对了，那个两性上面的，其实我觉得一般像我们家也是比较传统，比较不敢讲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长对两性方面这个暧昧上面有困扰的话，其实可以再开明一点跟他聊聊看，可能跟他聊聊看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什么稍微分享。但我觉得不要太进去啊，因为我觉得男生基本上不太会讲。男生不太会想要分享这些，除非他真的把你当做朋友，然后你这个朋友又不要太去刻意的影响他，比如说哎呦交女朋友了还是怎样子什么的，哎呦跟这女生很好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调侃啊，就久而久之就，以小孩子心态就会觉得跟你讲干嘛，这种感觉。对，是，这个很宝贵的经验哈，这年轻人才说得出来的哈，新生这样哈，我们好喜欢罗月导演，你真的什么都会呢哈，也没有，年纪轻轻又很懂得我们家长哈，那我们非常谢谢罗月导演，希望还有机会哈，你可以下次来介绍你的那个副业，我很有兴趣的哈，好不好哈？因为我想我们需要来了解。这个很多的事情哈，这事情就是
很精彩了哈。我们先谢谢罗烨导演，谢谢牧师，下次再见喽哈。我再来跟家长聊一下哈。好，谢谢，拜拜，拜拜。那我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哈，我们这个张维轩医师，他也是3个小孩哦哈，他3个孩子。那他3个孩子要跟我们聊到的是就是我们都是联考时代的父母，那么我们遇到108名课纲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那这张维轩医师就是我想我们可能蛮多人有去就是在艺文特区那边，他其实是那个盛轩鼻喉科医生，他们夫妇呢对小孩子我觉得是很让人敬佩，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不能错过哈。好，那这个我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再聊一下，我们聊到8点。我想要知道大家想要哪一方面的，我会再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会客室。我刚刚有听到大家的需要，我有一个心理咨商师，他专门在辅导自动游戏还有青少年怎么让他有一个就是知道他认识他自己，让孩子不会拒绝不是害怕的拒是拒绝上学现在很多的孩子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性向那么我们会计划，我们会邀请这个心理咨商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他都是在这个，因为他有一个心理咨商研究所，所以可能会用录影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有怎么样的疑问，你可以在我们的协会留言或者是你现在可以在留言板留言，因为他可能没办法让我们直接